咱继续来关心台北上海双城论坛17要举行，昨陆委会是有条件通过，也毋过要求中共对台威胁袂当搁再恶化，嘛要求上海访问团102个人的名单部分得爱搁补件。台北市长蒋万安是表示讲，目前还未收到陆委会的公文，也毋过有民进党的议员已经正式提案，要求台北市停办双城论坛。 中国继续大规模伫台海试兵活动，硬当着台北、上海双城论坛引发讨论。陆委会11举办记者会，表示同意台北市府有条件举办双城论坛，不过要求关系恶化爱随时延后活动，而且部分的访问团成员需要补件。目前还没有收到陆委会对于访团成员要补件的公文。希望他们把施压恶化的这个恶化定义说清楚吗？ 所以我们希望陆委会能够有进一步清楚的说明。那我们会持续跟陆委会保持密切的沟通跟联系。我们绝对尽到最大的善意，中央政府一定是综合考量国家利益。如果不得已做了决定，也是由中央政府来负责，请台北市政府不要担心。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是提案讲停办双城论坛，提出台北市府真正着捌有解放军扰台，着唔办双城论坛的前提。 不过，将台北市长郭文地违反前提，用107万办双城论坛，这个蒋万安唔敢承诺追回，是因为蒋万安也要违反。我今天用提案的方式来具体要求蒋万安，让他有楼梯下，不要再办下去的这种丧权辱国。 丧失我们国格的一个活动。陆委会如果真的觉得不妥的话，不用去附什么但书，直接认为不适合办的话，就直接把它取消，而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台北市政府头上啊。对民进党议员提案要求讲卖办双城论坛，蒋万安表示，陆委会已经同意双城论坛伫台北市举办，代表认同台北市府的立场，也佮强调交流比唔交流好，增加了解比增加误解较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